咱要开始今仔日敬拜之前，咱做伙来信用告别。时间还要倒数，来信用告别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胞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岛比勒岛原来受苦，定是日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，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。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集体的高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兄弟平安，平安。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，咱伫这日着欢喜快乐，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，学罗咱的主上帝。诗人安尼讲：恁众人着时时倚靠主上帝。伫伊的面前倾心吐意，上帝是咱的漂亮所，伊所拣选的人，互伊亲近。踮伫你意中的人，这个人是有福气的。信靠主的人，无一项好物是无属乎信靠主的人的。我相信，咱来到伊面前是信上帝是咱的主。感谢主，咱。来吟这首《我信靠你》，我信靠你。在软弱地方，你加给我力量，感觉盼望。成为我的亮光，我的生命已不再一样，起来颂扬，有新的乐章，完全献上，一同赞美耶稣我的王。耶稣，耶稣，我信靠你，我深世上你证明。相信这个信仰是咱所倚靠的，相信这个信仰会帮助咱为头到尾，伫人生的路中内底。当软弱疲乏，你将给我力量，感觉盼望，你赐给我盼望，失去方向，你话语成为我的亮光，我的生。完全献上，一同赞美耶稣我的王。短线了3个，大声去宣告。耶稣，我信靠你，多少世上你证明。耶稣，耶稣，宝贵耶稣，愿我信心更坚定。再一次来宣告，耶稣，耶稣，宝贵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我信。世上你证明，耶稣，耶稣，宝贵耶稣，愿我信心更坚定。再次大声宣告，耶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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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信靠你，多少世上你证明，耶稣，耶稣，宝贵耶稣，愿我信心更坚定。是信实的神，他的恩典也不改变，他的恩典已为我们预备，他会见证他自己奇妙的作为。
着听，因为耶和华为咱做奇妙的事。有嘴的人就唱，就吟讲，因为耶和华奇妙的作为。诗篇安尼讲：你来耶和华唱新歌，因为伊行过奇妙的大事。咱做伙来吟，向耶和华唱新歌，耶和华唱新歌。上帝听你。上帝，请坐。伊行过奇妙的技术，伊的正手，伊的双手，拢在施行拯救。当咱看见这块土地有这么多扰乱的代志，有这么多无公平的代志，甚至咱的兄弟姊妹当中有身体病痛，有苦难，心忧愁，无法担当。你是不是放点点？你毋知要安怎的时阵，请你举起你的双手，为这块土地诚心来祈祷，为这块土地诚心来祈祷。
用祈祷的心来吟这首歌。愿这首歌成做你的祈祷。为这块土地，搁一摆来诚心求向你求讨，求你帮助阮会晓了解你的旨意，明白你的作为，求你赐智慧，互执政者会当好好来处理国内混乱的代志，互你的公义得到伸张。阮无搁有政治的吹乱、挂乌的代志，愿你的旨意得成伫这所在，亲像伫天里。为这个土地，我相信你的。我主的真理，那当全地变成。为这个社区，我叫你困求。我主是我命，我努力你。我专念你的兄弟，你先不帮你。我怂恿我必须拢已归我心中。我专念你的兄弟，你旨意的讲，我喜乐，连我叫我心。搁一摆好大，甲咱的天父上帝求。我专念你的兄弟，你千古当明。我怂恿我必须拢已归我心中。我专念你的兄弟，你旨意的讲，我喜乐，
尊荣的上帝，你旨意的家，我望高的路，永远在我心中。主上帝，你无袂记得困苦的人的呼求，你求你野手拯救困苦的人，光照阮头前的路。感谢主耶稣，你做赎罪祭，救阮脱离罪的捆绑，洗清阮的过失，互阮得自由徛在日头旁。你也担当阮的忧愁，阮的艰苦。阮知你受鞭拍，阮得到医治；你受刑罚，阮得到平安。感谢主耶稣，你为阮所做的一切。感谢你使阮有愿望、平安、喜乐。阮搁较愿意活转到你面前，阮搁较愿意，互你的听，伫阮中间。阮要搁一摆经历你的医治，甲你的救赎。感谢你听阮的祈祷，也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即土地，亲像伫天里。愿你的国降临伫即所在，有愿望，有喜乐。这个代志，拢是阮倚靠你的人，你所应允要赏赐互阮的。阮真正做有福气的人。感谢你拣选阮，成做你的百姓。阮愿意来到你面前，献上阮这一切的感谢。感谢你听阮的祈祷，祈祷奉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互咱继续做伙来祈祷，求圣神继续伫咱中间，为着咱的身躯，为着咱家己的认罪悔改，咱的性命的更新，为着咱所受的一切困境，拢会当交托互上帝。咱做伙开声来祈祷。信心，求你来，求你，因为你当到人的，你当不断的记得，好我们能感觉，我是他们的熟悉，这是我的力量，这是我的记得，从心里分出上帝你给天万地位，我想上帝基督的中间。亲爱的主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伫阮中，感谢你拣选阮，成做你的囝儿，阮是何等的有福气。主啊，阮无要白白受这个恩典尔，阮阁要承受上帝你为阮生命的命定来努力。主啊，求你赏赐阮开力，求你更新阮的生命，互阮带着你。会开咱来向人传福音，传上帝你的真理，甲人分享你的疼。伫阮的生命中显明，上帝你的恩典是遐尼的大也深。主啊，阮也感谢你带贵团队因一家伙仔来到伫阮的中，要来分享上帝你伫因生命中的异象，所做的一切工，愿上帝你赐福带领贵团队。因一家伙仔，无论伫倒落的奉献、甲宣告，愿上帝你的平安信息、智慧也赏赐，伫为君姊妹所要带领的活水泉小组，带领因即个新的小组，要伫即个教会重新来建立一个新无共的意向，求你带领，互会君姊妹有安尼的智慧，保守伊，看顾伊。所要做的一切工，愿上帝你的灵也带领阮的牧者，看顾伊伫为着教会大细项代志咧拍拼努力的时，求你互阮会友会当更较侪体贴、甲鼓励，更较侪带导，帮助伊伫伊家己的家庭、囝儿
教育的问题，以及伫为着教会建堂行款咧努力时，主啊，求你来帮助伊，互伊开力，继续来为教会、为上帝的工努力。阮伫你的面前恳求，阮伫你的面前迫切的祈祷，拢是靠主圣尊名来求。阿门。咱即时做伙来启应，启应文61篇，以弗所书第2章。恁即个已经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，现在靠基督耶稣通过伊的死，已经甲上帝亲近。基督促进咱的和平，伊予犹太人甲外邦人成做一个。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，甲因隔开的墙，消除因中间的敌对。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例，互两边通过伊通创造一个新的人，来促进和平。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，互两边成做一体，通甲上帝和好。安尼，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，予所有的人，包括恁遮的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，甲亲近上帝的犹太人。通过基督，咱两边的人，拢会当对同一位圣神来亲近爸。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，毋是出国人。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，做上帝的家族，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，用基督耶稣本身做上重要的基础。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，渐渐扩大，成做圣的殿归属主。咱即时做伙来吟圣诗84首，大家大欢喜，学乐来吟诗，咱做伙起立来吟。大家欢喜，学乐来吟诗，水下的情路主，主的情行你，天顶一大灵魂，和平华。
新歌队来献诗，因所要吟的诗是坚定的疼。
谢圣歌队的奉献，愿上帝坚定的听，当真做咱的快乐。这是咱做伙来关心教会大细项代志。第一项，今仔日感谢咱贵团的带来长期宣教的新的意向，愿主保守贵团的全家奉献，伫宣教这条路顶面，也请兄弟做伙来关心内底的奉献。周报所业的红包路也是要为着贵团的宣教意向来奉献的。第二点，本周小组咱暂停一摆，也请小组长伫11点伫牧师办公室内召开小组长的同工会。活水泉小组照常来聚会，由会君姊妹来带领，请关心内底。拜三5月28下暗，门徒训练，因为牧师的第4公主要门诊。暂停一摆啊，请兄弟留意。6月初1后礼拜日，牧师要前往寿中凤山教会为本会建堂捐款请安报告，请关心内底。第5点，6月初8拜日3点到5点，是南中第3小区圣神降临节联合祈祷会。本会圣歌队也受邀请，甲联合诗班伫会中献诗，也请圣歌队员伫后礼拜日下晡2点40伫教会集合，前往指定教会来参与拜年，请备万心。咱即时做伙来读即礼拜的金句。我搁听见主的声讲，我通测试水啊。是水要为阮去，我就讲，我伫遮通找我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：“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”我说：“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”以赛亚书6章8节。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经节。记载伫约拿书1章第1节到第3节。第1节，上主对阿米太的囝约拿讲：“你去尼尼微迄个大城，出声警戒因，因为因的邪恶我有看到。”毋久，约拿想要走去塔斯闪避上主，伊就去约帕，拄着一只船要去塔斯。就立船费，坐迄只船，甲人去塔斯闪避上主。这是咱请静瑶来读中文的圣经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太的儿子约拿说：“起来到尼尼为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宣告，因为他们的恶已达到我面前。”约拿却起身逃往他失去，躲避耶和华。他下到约帕，遇见一条船，要往他失去。约拿付了船费，就上船，与船上的人同往他施，为要躲避耶和华。主里2的小朋友这会去台下顶。来，我们请所有小朋友来一起到台前来，我们一起来为他们做祝福祷告哈。青年一起来哦，青年这位来，中南呢？中南下去了，好，先下去预备哈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哈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阮的上帝。愿你将你稳定的话语、真理活命的话、圣经的话语，真真实实的让我们的生命从这些孩子身上，阮会当甲因教导，嘛常常用主你的疼来关心这些细囝，帮助因伫成长的过程的内底，有主你的话，成做因生命上好的帮助甲祝福。
愿上帝你嘛赐予阮，互阮会当常常用你的话来激励家己，明白要安怎样超出上帝你所托付互阮的使命甲意向。赐福我们的每一个孩子，在家庭里面，从家长、从父母亲以及我们这些孩子本身，让他们学习有好的榜样，让他们学习用神的话语遵守神的戒律，让他们学习如何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。也愿我们每一位家长、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能够时常攻读神你的话语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在改变、认罪悔改里面来成就神的心意。求主你祝福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教会，是祷告的殿，是传递福音，让更多得救的灵魂来成为神你所喜悦的教会。谢谢主，再次将今天我们郭传道所要带给我们的信息分享里面，让我们有更多生命的激励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带出使命，来完成神你国度的目标。谢谢赞美主，再一次将我们今天每一个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，也恳求神赐福，让我们一起同得领受生命的呼召与拣选。谢谢主，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们。好，咱乔恩嘛拢咧祈祷吼，咧回应吼。好，咱今日嘛真欢喜，咱去一摆普仔声欢迎咱的郭传道，因规家伙啊啦吼，因嘛同款，今年我搁生第4个啦吼，查甫的吼，查甫的3个查某啊1个查甫的，阮兜是3个查甫1个查某的，感谢主，因是去到伫土耳其，咱等下样听伊分享吼，这个车会伊是65个国家吼。65个国家针对无同款的所在，有侪需要福音的所在，因就是派这的传教士去到遐个所在来做传道。所以咱嘛求上帝帮助咱，通过今仔日伊的信息，互咱会当更较侪体会，咱所信的福音毋是简单，咱所认捌的福音得救哪定。要紧的是要安怎对福音的内底来去祝福咱身躯边要未捌主的人吼。咱去一摆普仔声来邀请郭传道。高一点，这个对就，简报笔好，我等一下。真悬，委员牧师就悬嘞。感谢主，今仔有机会当来遮甲大家人分享，有报告阮所咧做的代志。亲像牧师讲的，阮的机构。阮伫咧全世界65个国家，有差不多500几位宣教士，阮拢是伫一寡无人看会到的所在，伫遐咧起造教会，毋望上帝的名、上帝的荣光会当伫迄个族群内底，去人所熟悉、所认捌，会当看到遐个人会当来军队要来学老主。伫开始之前，咱是来祈祷。咱感谢你伫即个足水的下早起，我会当组织伫遮做伙来学乐你。祝愿你信心会同在，甲阮三甲伫地。祝愿当感受到你，阮伫即个下早起，祝愿当听到上主你要对阮的心讲话。所以主啊，将你的喘气来分入去阮的心内面，主啊，互阮会当搁一摆对你遐得到所有的快乐、所有的安慰，搁有所有的满足。主啊，嘛来祝福我，互我今仔日下早起所分享的，会当互你的名得到所有的荣光，互众人会当看见你所要做的代志，无看见我所做的代志。主啊，你配得所有的恶乐，你是好的上帝，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我真感谢主，我会当来遮。当牧师邀请我的时阵，我头壳坐伫楼骹，坐伫台仔骹，我就想讲，教会兄弟姊妹，恁真正足厉害。牧师遮尔缘投，恁阁会当遮尔专心咧学了主，所以恁真正足厉害，代表恁是真正咧看主所要做的代志。我嘛通过甲牧师安尼开讲，知影牧师伊对即间教会所要参与的宣教是有一个意向的，所以即间教会是活起来，伊是对即个社区，牧师是领受着意向，要互即间教会成做即个社区的祝福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真正
足感谢主，恁有真大的福分，恁会当参与伫上帝所要做奇妙的代志内面。所以，牧师感谢你邀请我会当来遮分享，互大家人知影，伫咧世界的另外一边，上帝所咧做的代志。今仔日我的题目是紧上船，是怎样要用这个题目？因为当我去前几礼拜去小琉球，阮的高雄的教会，伊讲，明父，我要去小琉球有一个退休会，恁兜敢要来？我讲恁要退休会，啥要邀请我去？伊讲，我嘛需要你嘛爱需要来退休一下，来摕落来休困一下。你个囡仔带来，你囡仔我帮恁照顾，恁两个去休困。我真感谢主，遮个人因要用因的退休会帮阮照顾囡仔，互阮会当休困。所以当我坐伫船顶的时阵，其实迄个感受是足真实的。搁一摆，互我想到我伫土耳其的时阵，其实阮足定咧坐船，是怎样？因为若逐个人去看地图，会当知影土耳其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国家是有两个横跨欧亚大陆，就是一边伫亚洲，一边伫欧洲，一边伫欧洲。所以，阮爱坐船过去欧洲遐去服侍遐个人。因为我嘛有足侪人会伫亚洲遮，所以阮两边安尼走，所以阮足定咧坐船。每一摆咧坐船的时阵，其实我拢会当想讲，若是真正风景来，阮拢无法度呢。我甲我边仔的人，阮无法度创啥。阮会当坐伫即只船，看到这海涌拍入来，看到这船一直咧海，一直咧海，真正会足惊。但是我知影我的愿望是啥物，但是我会想着讲，其实我甲我边仔的人，伊有即个愿望吗？当耶稣要再来的时阵，当耶稣再来，即个规个世界拢会受到耶稣的审判。所以其实阮甲即个社会、甲即全世界是伫同一只船仔顶的。我举一个咧，就是若是即个停车场，若是无好好管理，教会停车场无好好管理，足侪人一直入来，甲停好满，第一台车就停伫门口啊，这是一定会受到影响的。所以其实阮甲即个社区、甲即个世界嘛是安尼，阮若是无正做迄个。无法度去互人藏起来，迄个光，其实阮的光会去互边仔的人所影响。所以，这是阮规家伙仔的相片。阮一家伙仔有4个囡仔，无6个囡仔，遐我讲毋对。阮太太讲先安尼就好啊。所以因为阮出去，阮袂当用本名，阮所服侍的族群，佮有地区区域较敏感，所以阮袂当用本名。所以今仔日大家人会当伫周报看到我的本名，但是我出国了后，所有的人是无法度知影我的本名，因为阮是咧向回教徒传福音，甚至阮若要去中国，其实我嘛袂当用本名，因为我会做轻松就去人掠起来，就去人放伫缸仔内底，所以阮拢是用英文名，阮的英文名合起来用头一个字就是Shema。即个 Shema 意思就是 Shema Israel， 以色列啊，你着听。所以我是用即个名来时时来提醒我家己，明父，你爱听上帝的话，你爱真属听上帝的话，毋单是听尔，你着爱去做。所以即个听的意思是，我要听，我爱出来去听好清楚，我爱来回应。今仔日经在阮看到，当耶和华的话、信心的感动临到约拿的时阵，约拿讲：我要相骗耶和华。我去到约帕，拄到一只船要去塔斯，所以我就互伊船价，我就去到迄只船，要甲遐个人做伙起来相骗耶和华。所以伊甲即个世界的人其实是做伙要闪出去。所以，我会当看到常常上帝的感动、信心的话临到阮的时阵，拄啊好，阮的边仔拢有一只船。拄啊好，我最近的工课愈来愈重啊，所以教会服侍，我搁看卖啊，也是我搁祈祷看卖，也是先找别人做好啊。拄啊好，我搁有足侪贷款，所以即个奉献地我先摕过去好啊。
拄啊好，我有一个更较好的工作机会，拄啊好，我会当去到一个更较好的所在，我会当趁较济，我会当奉献予教会去支持人来做。所以上帝，你呼召我要来做全职的同工，要呼召我去读神学院，啊无先等我10冬，等我退休了才讲好啊。其实我原本是一个品质的工程师，我负责 BMW 汽车的设计佮研发。啊，后来我有机会去到一个世界500强的公司，继续伫遐做工程师，趁较济。但是伫咧2018年的时阵，我伫迄个时阵，我甲一个牧师做伙服侍一位，迄是我人生无法度袂记一个服侍，就是有一个兄弟伫我的面头前，伊完全变做另外一个人。伊身躯内底迄个无共款的灵，迄个阮讲迄个邪灵。展现出来，死个人有咧做运动、有咧健身的人，缀伊缀袂牢。我叫迄牧师做伙去甲祈祷、去甲服侍，甲迄个鬼赶出去了后，伊的安神全部拢变去，变做一个正常的人。所以伫迄个时阵，我甲主讲：主，我知影你的快乐比我所想的一定更较济，所以我愿意专心要来追求你的快乐，我要来认捌你，互我更较济。为着你名的缘故，我要来服侍，所以我甲主讲好，我工作要辞掉，我要去读神学院。当我收到神学院会通知讲好，会当准备，就是已经录取啊，会当去上课啊。隔天拜一，我就收到我头壳讲迄间500强的公司敲互我讲，会当来讲薪水啊，准备好啊，要来上班啊。所以上帝的话临到我的时阵，我边仔拄好一只船出来，会当互我做伙出去。但是我选择一个，连阮爸爸妈妈嘛做戆，讲我做戆的一个道路。所以我对原本会当坐伫办公室，会当领薪水、趁奖金，我真做一个收入凭信心，等待上帝有人会奉献互我，我真做一个安尼的学生。当毕业了后，我甲主讲，我无爱阁转去做工程师啊，啊无我读神学院要创啥？我要有更加时间来服侍你，所以我去学木工，去学装潢。所以阮头家嘛是基督徒，所以伊拢讲，啊无你透早先去祈祷了后，你才来。所以我透早差不多拢是10点去上班，因为我伫台南活水教会祈祷殿内底咧服侍。我透早就是去祈祷殿内底服侍。做伙祈祷，阮头家嘛讲爱为阮祈祷哦，所以阮透早拢是做伙祈祷了，啊去上班，啊共款主对我真好，葡萄园的迄个比喻是正确的，因为我是较晚去的，但是我甲边仔所有的人共款是领一工的工资，但是我一工的工资但有800箍，因为我是去学要安怎做木工的，所以。我离开了，我就开始，因为我想要更较侪时间伫教会内底去服侍人、服侍教会，所以大概我听到宣教的时阵，我拢讲主，我伫遮，你通找伊去，你莫找欠我，因为我知影主，你要伫台南做迄奇妙的代志，所以我要伫台南真做你的同工。因为迄时阵上帝甲我用马拉基书甲我激励，就是。伊要互爸的心我转向囝儿，囝儿的心嘛要我转向老爸。所以我甲主讲，我要伫台南陪伴你的道路，直到主你搁再来的日子。所以迄时阵，我的太太叫做庆玉、琼玉，伊讲伊伫迄当，伊伫拄好2018年的时阵，也是2017年的时阵，伊就讲，我感受到主要呼召我去做专职的宣教。要出国做宣教，我讲庆玉，迄毋是上帝的声，迄是你的私欲。所以，因为我拢讲主，我伫遮你找欠伊，结果我迄个伊我拢袂记着我太太，袂记着我太太，拢是记着别人。因为迄时阵我真正足想要留伫台南，其实你要叫我出去是无可能的。但是2022年的时阵，上帝话临到我，爱我去，我伫迄当中我就甲上帝讲好。我愿意为你去，是怎样呢？因为迄当我车祸摔断我的正手，会印象遮尔深，我会随回应主是因为，伫咧迄当的
12月，当我甲主讲，主我愿意为你去，我想咱要真赶紧为伊去，是因为12月的时阵，就是过一礼拜，一个长老伫教会正常，礼拜的时阵，甲阮做伙请安啊，迄个旁信餐来服侍阮，啊，佮甲阮祈祷，甲阮开讲，啊，结束聚会了，伊过工去上班，伊开伫高速公路要去上班，啊，佮车祸佮过身啊。所以甲上帝问讲，这是啥物意思？主啊，我会当伫内面怎样看到主你的心意？上帝甲我讲，你看，人的性命是遮尔脆弱，佮短暂。你讲你要回应我，要去宣告，要去互遐个人无听到福音的人会当听到是啥物时阵？我甲主讲，好，我即马就要去。所以，我个甲全世界，我到即马嘛是共款。我原本对做目工会当有薪水，我到即马我是甲全世界90%以上的宣教师共款，拢是透过募款、透过凭信心来做阮的生活，来过阮的生活，佮有做阮的宣教的工课。所以，当主呼召我要出去的时阵，我问主讲：安尼要去佗？主上帝真清楚，互我知影，当伊的福音要转去对到犹太人的时阵。所有边仔的国家，我会当看到以色列边仔的国家，全部拢是回教的国家。所以伊讲去到遐回教徒传福音，尤其是遐因为战争所走出来遮的难民传福音。我太太领受到要去甲遮的叙利亚难民传福音，所以阮就开始安尼准备。所以阮的使命就是，我要去遐找到平安的人，我们住伫因的中，基督是我家之主。毋是放伫阮兜客厅迄块好看的茶帮，是人看到阮即个家庭，所以当拎出来的画面，讲哇，我看到即个家庭有无共的代志咧发生。所以有耶稣伫的所在，人一定会有问题，不管是好的问题，还是歹的问题，总是有耶稣伫的所在，一定会有问题。常常我会当可能看到边仔的人讲，吼，伊讲伊是基督徒呢。总是耶稣的名伫伊的身躯，所以人有问题。也是可能有人会讲，哦，伊是这个人做无共呢，伊敢会当遐尼喜乐，伊敢会当遐尼有信心，来面对挑战的时阵，敢会当用一个无共的回应方式来面对这个挑战。会当甲我讲你的耶稣吗？所以耶稣有伫的所在，就是阮会当去甲人验证的所在，因为一定有这样有疑问的，要验什么证据？我毋是甲讲，哦，耶稣会当搁互你一届，搁互你一个新的生命，毋是咧拍游戏，输搁顶来一届，毋是。我是甲讲，耶稣要互你一个新的生命，要互你一个新的愿望，而且这个愿望是到永世代无尽的，是有一个国度会当为你来的，因为耶稣足疼你的，伊会搁再来带你去到伊的边仔。所以这是阮所要传的一个愿望的一个重点。所以我要做的代志，就是去建立当地的门徒，教是因传福音，嘛要甲遐个当地的人，甲因做伙，要来起做属主的教会。而且即间教会是用因的语言，用因的文化，毋是用阮台湾的文化，毋是用阮台湾话，嘛毋是用英文，是用因的语言、因的文化。所以，阮就去到即个所在，这是阮窗仔门拍开所看到。一个景色，就是一间清真寺。住伫清真寺边仔的人，拢是足传统、亲像即摆以色列甲哈马斯。你若有看到哈马斯，你伫新闻看到的人，就是阮所有社区边仔的人，大拢是穿安尼的人，戴一顶帽仔，喙手足长，穿长袍，穿那圣歌队安尼，但是无遮尔水，较传统安尼。遮的人会较。就是足传统，所以甲因讲话爱足有智慧。即款所大的所在，当2023年的时阵，年初土耳其甲叙利亚遐有一个足严重的地震，毋知影大家人讲会记日。所以当迄个地震了，我就足确定主讲好，安尼我知影要去对啊，因为我会晓做目工，所以我去的时阵其实。遐个厝拢是歹去，就是地动倒落来的厝。哦，遮是影讲，10当前我咧做替代役的时阵，就是我会记即维冠大楼
有一个最严重的地动围观大楼崩落来。对，大家人会当想象，亲像迄天的地动，同款的地动延续一礼拜吗？延续一礼拜是逐个时阵拢咧海，一直咧海，一直咧海，所以遐个厝全部拢倒啊。遐个厝因为拢倒啊，所以无人敢住伫厝内底，逐个人拢住伫棚仔内底、布棚内底，大家都住在帐篷里面。啊，住伫布棚内底算了，但是会有蛇会当流入来，蛇会蛇入去，遐寒天会落雪，这是因所咧面对的。所以阮就去遐咧创啥？去遐咧帮因起小木屋，这是我所做的。去遐，互因有一个门，有一个窗仔，通过安尼，阮会当甲遮个即个家庭有更较侪的连接，会当甲因做伙传福音。即个是阮伫遐租一间真细间的厝，差不多遮个一半尔，就差不多安尼尔，就倒手边安尼一半尔。阮租即间房间要创啥？租即间厝要创啥？阮租即间厝就是因为遐地动了后，所有的物件拢无啊，厝嘛无啊，水嘛袂当啉，是怎样？因为水涂骹内底拢是尸体，因为人一只拢带入去啊，因嘛毋敢用水啉，啊嘛无物件食，因为厝拢倒啊，所以阮的团队就开始全世界安尼募款，募遐物资，会当放伫即个所在，对即个所在开始发送互所有需要的人，这是阮其中的一个工课。因为阮即个基地、即个基地伫遮，阮足侪人去做共款的代志，足侪无共的人去做共款的代志，是怎样？因为阮拢无签证，迄个时阵，遐个人拢无签证，所以足侪全世界各国的人拢讲好，我2礼拜会当伫遮，好，我1礼拜会当伫遮，我5天会当伫遮，所以全部的人拢来，拢是无共的人。去搁咧做共款的代志，所以遐个厝边就开始想讲，这是啥物款的疼？阮的回教嘛，甲阮讲爱去疼人，但是我无看过亲像恁安尼，是真正有一个行动，是真正咧关心，真正咧疼。你会当甲我讲这是啥物疼吗？阮8月的时阵租即个所在，10月的时阵，即个所在诚做一间教会。因为遮个当地人讲，我看到恁的代志是无共的代志，我想要更加了解恁所讲的疼是啥物。所以我伫遐，我其他的服侍，除了遮个事工的服侍，其实阮更加要做的是要建立关系。亲像我头壳所讲的，阮的愿望是看到当地的人，伊不但会当信主，伊是爱做门徒。所以阮开足侪时间是咧教人咧建立关系。要邀请伊读圣经，用主的话，用主的真理来挑战伊的生命，互伊会当生命因为主的话来改变。所以我伫遐，我嘛咧服侍一个祈祷殿，咧服侍其他的传道师。头个伫咧礼拜一开始的时阵，我听到兄弟姊妹同心合一咧祈祷，其实我足感动，因为祈祷永远是阮所做第一项代志，毋是阮无步啊，阮才来祈祷。祈祷一直是阮的第一项代志，是阮上重要的代志。因为阮的所有的快乐、所有的智慧，拢是对主遐来的，所以祈祷永远拢是阮的第一件代志。所以我伫遐咧服侍其他唱伫下骹台伫土林，我拢讲迄是台伫土林的宣教师，因为阮拢是袂当公开伫咧外口，因为阮会叫人掠，一定会叫人掠。所以阮拢是台伫土林的宣教师。当阮组织做伙，咧做伙祈祷，伊会当讲。哦，我透过有主的话面，我知影我过来一冬，我的事工的方向，甚至是有当地的人，伊讲，哦，我信主了，这是我第一届经验到什么叫做主上帝的医治。伊讲伊脚趾片疼，已经2礼拜困袂去啊。但是伊咧祈祷的时阵，伊讲主医治我的脚趾片会疼，随好起来。对迄天了，伊脚趾片就无疼。过来。正片迄张相片，因为我最爱踢骹球，所以我去到迄个所在的时阵，我就甲遐个其他的宣教师熟识。啊，因遐拢对美国遐南美，就是南美洲遐过去，遐巴西、墨西哥、智利遐个国家去，遐拢咧踢骹球的。伊就讲啊，无咱做伙来踢骹球好无？所以阮就透过大家去踢骹球的时阵，
阮一定拢会甲对面的人讲：你有听过耶稣无？啊，因为阮的人一定拢无够，因为你若要基督徒斗做一伙，要去甲人一堆，要甲人踢球，迄真正是斗无啥够的。所以阮拢会请对面的人，啊无恁借我一两个人，阮甲恁做伙踢球好无？所以透过安尼，其实人来参与着阮的团队内底，阮嘛会当甲讲，你有听过耶稣无？大家若有咧运动，也是咧看运动比赛，就知影运动伫咧场上，迄个竞争是足真实的。你所有的人品，你所有咧对人面对压力，你的回应，其实人拢看会到。但是因为有人安尼，伊讲。我看到恁咧回应即个挑战，恁有无共的回应呢？所以阮就安尼甲伊做伙对手，甲变做队友，甲对阮的队友做伙踢到即马伊是教会会友。伊讲你要出去，你爱甲我讲；你要去甲人传福音，你爱甲我讲。我会当去做你的翻译，因为伊是当地的人。伊讲我知影阮的文化，我知影阮的语言。我知影你搁咧学，但是你一定足侪话，也是足侪文化，你还阁毋知影，所以你一定要带我去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阮所要看到的，毋是吗？看到当地人伊兴起，伊讲我要来诚做迄个传福音，嘛要来为主的荣光来做一寡代志。所以我讲，我要用阮的家庭去服侍人。这内底有足侪故事，我就紧中迄张的故事就好。搁有右下方迄张迄个包头的迄个阿嬷就是阮去到因兜的时阵，伊隔工要开刀，阮毋知影，伊就敲电话来讲，你会当来阮兜吗？我就规家伙仔过去，伊就甲我讲，伊隔工要开刀，我想你隔工要开刀，啊，该会是阮伫遮咧陪你，所以阮就伫遐咧陪伊，来甲伊祈祷，为伊祈祷。大家知影大家应该拢是讲台语、讲惯习的人。若是要叫你用国语祈祷，你应该嘛会卡掉的，像卡一寡卡掉的。亲像我是讲国语讲惯习的，其实我讲台语大汉，但是我因为伫学校拢讲国语，所以若要我用台语祈祷，其实我嘛会小可卡掉的。所以阮咧祈祷通常拢是用阮所惯习的语言，所以阮迄个时阵，阮的土耳其语。也袂好甲会当用土耳其语来甲伊祈祷，所以阮用阮所惯习的语言，阮太太讲英文，我讲国语，咧为伊祈祷，伊完全听无任何一个字。但是阮祈祷了后，伊甲阮太太做伙咧好。阮太太是讲，我真正是感受到一个对你的负担，佮有对你的疼，毋甘你安尼咧受艰苦，啊伊完全拢听无，但是伊嘛咧好，因为伊讲。透过你咧祈祷的时阵，我有感受到一个足无共的热情，足无共的温暖，入来到我的身躯内底，咧激励我，所以伊就好啊。所以伊讲，阮回教徒的祈祷从来拢毋是安尼，阮只是去到清真寺内底，去到因的教会内底，啊，内底的人家开一间房间，讲好去内底祈祷了，内底恁去乖乖物件行活，你就会当走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要鼓励恁，常常看重恁的正手也是倒手，有会当服侍人、甲人祈祷的时阵，永远拢爱把握这个机会，将上帝的疼传予伊，伊会透过安尼感受到上帝的疼。我讲，阮所住的所在拢是做就是边仔的人拢做传统，所以，阮伫路林咧行的时阵，因为遐个人无看过亚洲人生做啥物款，会当想象吗？今仔若是隔壁带一顿对挪威来的外国人，恁嘛一定会想讲啊，即对翁仔某是要来创啥的？伊阁袂晓讲阮的话，阁来讲要来遮学台湾话，因是要来创啥？其实遐个人看完就是安尼，因从来毋捌看过啥物是华人，啥物是亚洲的面。所以，阮伫路林，逐个人咧甲阮看，阮的厝边嘛是常常开窗仔门要甲阮看。即对朋友会个甲阮找落来，伊就讲好，我想要甲恁熟识，就邀请我去甲伊的办公室，伊是一个头家，邀请我去伊的办公室。当我入去的时阵，伊内底有一群大学生，伊讲我想要练英文，你会当用英文甲阮开讲吗？所以我用英文甲因开讲，讲啊种欢喜，讲啊种欢喜，逐个人拢。
真熟悉啊！雄雄一个人讲，你是啥物宗教的啊？你是回教徒吗？啊，我因为讲甲伤欢喜啊，我完全其实我知影要安怎应，会当互我较安全的。但是我讲甲伤欢喜啊，我讲，我是基督徒啦。我一讲了，我咧逼唱歌呢，真正足紧张的。所以，才有少年人吗？最怕空气突然安静。去雄雄点去，雄雄迄个问我是主啊，要安怎办？我讲我是基督徒，所以问我问题迄个人雄雄就变做认真。你讲你是基督徒，安尼你会当甲我讲什么是真理吗？你会当甲我讲什么是真的代志吗？我伫我的宗教内底，我读了所有阮的经典，所有可兰经，所有遐个先知所写，我拢读了啊。但是我找无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真理。什么是听？我唔知影，我找无。你讲你是基督徒，我相信你有答案，你会当甲我讲吗？我唔知影是安那，恁基督徒会当穿共一双鞋仔去便所，佮穿来礼拜堂去敬拜恁的主。啊无你甲阮讲恁的敬拜到底是啥物意思，好无？所以兄弟姊妹，阮若是无伫遐，其实即个问题会一直卡伫伊的心内底。但是当阮想要继续将即个关系建立落去的时阵，阮受到土耳其的政府，大家人拢应该较无了解，即马土耳其咧大量咧甲外国人拢赶走，因为伊甲即马即个总统已经做总统做21冬啊，伊是民主国家，但是伊做21冬，对，所以伊甲所有伊的对手拢囥伫监仔内底，所以即马土耳其咧暴动，啊，伫迄进前主就将阮带出来啊，阮嘛毋知影是安怎主要带阮出来。因为阮一半的行李即马搁伫土耳其，甚至我的吉他嘛伫土耳其，我真正做爱吉他，所以，但是伫迄个时阵，阮听着主的声讲，去到欧洲去，去到德国，我讲啥那是德国，因为德国是全世界第2个大的国家咧收遮个难民的，所以阮过来，阮就去到德国迄个所在。当阮去到德国迄个所在的时阵，阮想讲阮是短期过去尔，所以阮无准备要伫遐留足久。但是阮去遐了，阮就听到遐个需要。有人讲这是马其顿的呼声啦，我讲主啊，除非这个马其顿的呼声，亲像圣经所写的马其顿人讲，阮有需要，请来帮助阮，啊无我无要去。结果阮一去，因就讲，即个叙利亚人，伊就讲，我需要恁来帮助阮，因为我看到恁的家庭真水，阮的即个民族的文化，对单身的人是有足大的敌意。阮袂甲遮个单身的人讲话，但是看到恁的家庭，阮会主动甲遮个家庭亲近。所以上帝要做工，其实阮拢毋知影。伫2018年的时阵，阮太太领受着要出去，但是迄个时阵，阮两个呾结婚尔，阮两个无出去。阮若出去，其实遐个人嘛袂甲阮讲话。总是阮有囡仔了，毋是阮去主动甲人讲话，是人主动要知影阮的姓名，知影阮的故事。所以主的策略真正，主的智慧真正是阮无法度想象的。当阮足赶，因为阮收到土耳其的通知是讲，恁10天了，10天以内爱离开即个国家。因为阮是去申请要延长阮的居留证，但是阮咧申请的过程其实阮已经过期啊，但是阮爱等迄个结果，阮才会当个离开迄个国家。所以已经过期啊，所以时间一到，伊个。结果落来就讲10天以内爱离开，所以阮讲阮要去服侍遮个难民，结果阮亲像难民共款，包包款款紧走出去。所以阮去到德国的所在，因个去服侍遐个难民的时阵，因讲恁毋知影德国有偌寒，遮个难民佮家己款款的将囡仔足厚的衫拢来借阮穿，将因囡仔的佚佗物仔嘛来借阮穿。所以拄着患难，拄着挑战，阮想讲，阮是去服侍人的，结果阮嘛有足侪机会其实是去互遐个难民来服侍的。所以，阁会记得阮是怎样来到教会的吗？可能是厝里的人招的，可能是朋友招的，可能是看到有人咧广告，所以我就来。总是因为有人付出代价，有人伫阮的身躯边仔甲阮做伙，
所以阮才会当熟悉即个搁真搁活的上帝，去经验到因的快乐。耶稣无因为阮的垃圾，因为阮即个足歹的生命，伊就来讨要阮，甚至是伊互阮一个疼的邀请，互阮会当来甲伊建立关系，会当来认捌伊。所以，我最想要讲的是，即个疼的邀请，毋是因为阮做了偌好，是因为伊就是疼，因为伊疼阮，所以这是伊来的邀请，是互阮会当去回应伊，毋是因为出伫阮的本身，是全部出伫上帝的赏赐，嘛毋是阮所行的，因为阮得救，无任何会当夸口的代志，但会当夸讲伊的荣光，佮有伊的荣耀，所以。兄弟姊妹，我想要甲大家讲的是，阮真正做有福分，阮会当伫遮组织做伙来学乐主，来认捌主。但是全世界有98%的回教徒，因对出生到死亡，因一世人无拄过任何一个基督徒。因连讲落雨礼拜落雨，无要去教会的机会拢无，因为教会嘛无伫因的中央。因毋知影耶稣是啥物意思。当阮的机构有人有团队伫咧印度咧服侍的时阵，伊伫路人咧甲人问讲：你有听过耶稣吗？迄个印度人甲讲：我会记得迄个山头遐有一个，迄个庄有一个叫耶稣的人，啊无你去遐找看觅。因的生命内底无任何一个叫做耶稣，因毋知影耶稣是啥物物件，会当想象吗？这个世界有足侪亲像安尼的人。因连拒绝耶稣的机会拢无，因毋知影啥物叫做信心的快乐，因毋知影啥物叫做会当转去到天父上帝的厝里，甲爸爸和好。所以，亲像我一开始所讲的咧，阮其实甲即个世界的人，全部拢伫共一只船顶。但是当我了解佮怎样，其实我的生命一开始，若我讲的，主我伫遮你通找伊，主我要伫教会服侍。所以你若要叫我去教会以外，其实我的心是足无爽快的。我才知影，我所有对上帝来的所有的领受，所有甲上帝的关系，其实甲我边仔的人一点仔关系拢无。当因咧受到苦难，当因咧受到生活的挑战的时阵，其实我甲因一点仔关系拢无。因为我无将我伫上主内底所领受到、所经验到一切的疼、一切的稳定去甲伊分享，诚做迄个会当介绍即个安慰互伊的人。其实我甲伊一点仔关系都无，我的信仰对人、对即个社会一点仔益处都无。因为我会惊我当想要留伫教会去服侍教会兄弟姊妹，我一点仔拢无想要出去。为着遐个拜拜的人、遐个义教的人，牺牲奉献、付出代价，总是主的恩典。其实我是应该是甲用哪共款，我是应该去互上帝等落船的。但是我感谢主，伊无将我等落船，伊互我继续伫船顶甲伊做伙同工。伊讲甲船开出去，当今你爱得着人啊，所以我会当伫船顶继续甲主。做伙伫遐做伙同工，但是我相信，亲像这段经文，亲像这段经节，当彼得听透上帝的话拍望落去的时阵，伊是去邀请下手讲：恁紧来，恁紧来，来看上帝要做的代志。你看这网仔是坐到我抓袂起来，我摇袂起来，恁来做伙教我甲摇起来。我相信这个大使命，毋是阮这个家特别的使命。是祝福大家人的邀请，因为阮所咧见证的，就是这个世间真正有足侪鱼咧等阮去甲摇起来，但是靠阮这个家庭，靠阮的团队，阮摇袂起来。阮需要大家人做伙伫边仔，教阮做伙摇起来。所以，恁可能毋是教阮共款领受到是要坐伫头前迄只船去摇的人，但是恁会当诚做是边仔的人。紧来伫阮的边仔，透过伫后壁，甲阮做伙斗友。阮足侪人是透过奉献、有祈祷，甲阮做伙，因为阮知影兄弟姊妹拢是伫工作、伫生活，
是咧经，就是阮拢咧过一个足轻俭的生活，这是上主互阮即个文化内底足水的代志。我嘛真惯是，逐项代志拢爱靠家己。所以当我讲我要出去做宣教，我需要甲全世界的宣教师共款用募款，甲逐个人募款去做宣教的时阵，其实足侪人是感觉足奇怪，讲台湾无即个文化。总是今仔我徛伫遮，甲逐个人见证讲，这虽然毋是台湾的文化，但是是所有每一个听主的人咧做、咧活出来一个天国的文化，就是因无看家己尔，因搁去看别人，所以因毋望别人嘛会当共款领受到即个福音的福分。所以，大概我读圣经，我读无的时阵，我拢会去看一家台语的圣经。台语的圣经拢会当讲入我的心内底，因为这是我的语言。一个题外话，所以阮囝，阮的4个囡仔嘛是讲台语大汉的，因为我拢甲因讲台湾话。好，所以因为这是阮的语言，所以我大概看到即句话的时阵，拢是所以恁着去。上帝耶稣毋是讲所以你着去，伊讲恁着去，恁着做伙来。当阮搬转来台湾的时阵，因为阮已经毋是转来台湾啦。阮是去台湾，阮要转去阮所服侍的国家。其实这对阮的心是足挑战的。但是当阮想到，阁有遮侪人还未听到福音的时阵，阮的心阁有毋茫，因为阮毋知影，阮有即个物件，阮会当将即个宝贝互因。所以当阮来台湾的时阵，阮来台湾的时阵，其实阮已经无所在当住。所以因为阮是短期转来尔，阮过来7月就会出发啦。所以，阮转来，阮无法度去租厝，因为阮若租厝，阮看讲租厝，啊，结果阮该付违约金，因为阮住无一档，阮该落足济，其实，阮阁是募款，我阁无想要用兄弟姊妹的奉献去落遐违约金，所以阮转来拢是照伫所有朋友的厝里讲，阮兜会当住2礼拜，阮兜会当住1个月，阮兜会当住2个月，住到即摆即间是讲会当住到阮出发，所以阮转来台湾，我嘛搬足济间的厝啊。大家有咧倒粪扫就知影，每一个社区的粪扫车的时间拢无共，所以定定我拢会袂记爱等粪扫，甚至是我听到粪扫车的声音的时阵，已经袂赴啊，我咧出去嘛袂赴啊，粪扫车袂等我。我相信福音嘛是安尼，福音是伫下赴的时阵，即个福音才会当叫做福音，啊无是对因的性命完全无关系。所以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会当甲阮做伙同工，做伙用即个福音，将即个听传互更较远的所在无听过的人。当人讲阮奉献是阮奉献，毋通看到啥物，其实我想要互大家人一个足水的画面，就是阮是去遐去无教会的所在，要去做教会。其实恁的奉献，恁会当看做是恁咧买庄啊，透过甲庄啊送到阮的手，阮伫遐咧当地咧去做教会。所以我要邀请兄弟姊妹会当继续去甲阮做伙来去做教会，还是会后有更较侪想要了解阮的故事，了解阮的使命，我嘛真欢喜兄弟姊妹会当来找我，我足欢喜会当甲大家人分享。所以咱做伙来祈祷，主帮助阮知影，阮是带着一个使命来到这个世界。主嘛帮助阮，互阮会当紧跳起伫这个船。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守心，是互阮会当来认捌、来经验着。主啊，互阮毋但掠着这个你对阮的疼，互阮嘛将这个宝贝。嘛有信心知影，阮会当透过任何的方式，将即个疼、即个宝贝，搁甲送出去。主，互阮毋但掠掉对你来所有的恩典、智慧，搁有策略。主，互阮会当互搁较侪的人，遐无机会拒绝你的人，真正有一个选择的机会。
互因知影因的生命是会当有毋茫的，互因知影因的生命是会当有改变的，互因袂伫因所伫的迄个困境内底就安尼离开啊！互因当伫因的困境，也是伫因的顺境内底，主因拢会当拄着你，知影你是迄位大有气力的上帝，会当改变生命，会当拯救人的。主，互阮所有每一个对你的疼心、对你的祈祷，佮对你的奉献，真做是人改变生命的机会，佮真做是主，我要宣告是真做一个民族要来改变的机会。主，互阮有即个毋茫佮异象，互大桥教会真做是即个社区的祝福。主，当阮行袂出去，但是阮会当透过阮所发出来的光，来吸引人，会当来认捌你，来跟对你。所以主啊，来祝福即间教会，真做是大有影响力的教会，是迄个无法度扛起来迄个光，是有迄个有影响力的迄个盐。所以主啊，将你的气力来收拾到即间教会内面，互因会当继续伫即个所在中尽中来为你做见证。主，阮听你，你配得所有的荣光。感谢你今仔下早起的分享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真多谢贵团队的分享吼，互我想起讲，伊讲2008年是上帝互伊新的呼召，嘛是咱大桥教会2008年，上帝互咱大桥教会领受异象，要来见证的时阵。所以我相信今仔日贵团队的分享。嘛，互我做牧者，甲咱兄弟姊妹有足深的体会。我相信伊咧讲的讲，来得及听见福音的才是福音了。所以，如果我不晓得你来不来得及听见了这个福音了，到底是你听了有没有想要去动，那才是真正的福音了吼。所以我想起520总统大选，总统伊就一个周年的单位，伊讲吼，伊引用圣经啊。好，咱知影罗总统伊讲铁，这个箴言27章17节讲，铁磨铁，磨出刃来，朋友相感也是如此。总统伊分享，伊讲朋友中间若互相切磋啦，会当磨出啥？磨出缺点，嘛展现出啥物优点。所以总统伊甲咱鼓励所有咱台湾的国民。虽然台湾有真大的变化，我相信伫教会内底，咱伫咧做工也好，人甲人的中间也好，咱伫咧甲人传福音也好，我相信拢是关系到咱要安怎样会当甲人互相激励，互伊明白真理，嘛互咱的生命会当得到祝福的所在。所以我相信咱伫教会所做的工，咱就爱亲像贵团队伊甲咱分享的吼，咱是安怎？福音所带互咱的真理是啥？就是会当真正去祝福人啊，会当影响人啊，互人知影讲到底咱所信的福音是啥。所以牧师鼓励咱就要了解咱家己的身份是啥物，尽力互相做伙来激励。咱的教会成立，毋是要争做内部咱家己欢喜自执，较要紧是啥？咱就爱出去，这个声场咱若一直关起来。咱无法当将福音带出去，所以有期待后摆阁有机会来邀请咱贵团队来甲咱分享啦吼。接续伊7月份要去的所在，我相信一定有故事的，一直开始产生伫伊生命中间。牧师嘛期待未来阁有机会邀请伊，阁继续甲咱分享，咱要安怎继续伫咱伫宣教的顶面，会当做伙来做即个宣教的异象吼。咱伫等下咱做伙。伫奉献中间嘛，请咱备办心，做伙来为着即个家族、即个家庭，包括即个机构，继续咱家己关心。我相信咱的钱毋通干那用伫，我相信大家所在奉献拢是真要紧。但是我相信咱会当用伫更较侪需要的所在。我相信咱钱毋是干那放伫咱家己身上啦吼。大贵团队咧讲着讲，伊倒来台湾吼，就爱找所在大啦吼。我足深的体会啦吼。阮老厝吼遐真大，有机会你若转来吼，会当来阮遐大吼。我相信会当嘛，互阮即个家庭会当带来真大的祝福。嘛期待咱会当常常去接待人，会当互更较侪人的生命，因为咱前面讲，你有相信你捌耶稣无？我感觉有足大的激励啦吼。咱真侪时阵咱拢毋敢去共讲，你有熟悉耶稣无啦？
咱常常惊讲吼，咱家己做无够，毋敢互人看到咱是个基督徒。所以我相信即个心吼，咱来搁较努力，好好来学习嘛吼。好，咱搁一遍做伙同心来唱回应的诗歌。170首，恳求圣神感动阮的心，咱做伙起立来念吼。恳求圣神感动阮心，马祖灵灵洁净，你最。请坐，咱做伙同心来奉献。邀请咱将咱所献的金钱，咱伫备办的中间，来祝福伫过团道、伫因所做的工程。咱嘛伫祈祷的中间，继续为着这个家族来代祷。牧师有足深的体会是，有真侪时咱看见有人比咱更较尽心尽意伫奉献互上帝用的时。牧师嘛邀请咱，为着咱家己的奉献，为着咱家己生命的献上，咱嘛着备办咱的心，时常警醒，时常祈祷。亲像耶稣伫要奉卖的时，看见门徒伫遐咧休困，伊时常甲因讲，着警醒来祈祷。咱做伙起立来吟奉献的诗。做宣告奉献的祈祷，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，伊拥有收束甲收回的主权。伫即时，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，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。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操练我的委身，分别我的性命。我相信。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，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。我确信
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。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，赐福阮保守你的教会，坚固你的百姓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咱犹原徛咧，咱做伙来吟上行的诗，389首，俄罗上帝至权至尊。俄罗上帝至权至尊，造化的主万福原本，天边现在天的万民。愿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相通，甲正人三角伫地，互会当有气力去做主你所要阮所做的工，祝福阮会当伫阮未来即礼拜所面对的所有的代志，主你的话真做是阮的安慰，佮有气力，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密道。